Hello，大家好。嗱，新嘅一期呢，又係新嘅內容，馬上送到。嗱，傳到沸沸揚揚8月12日地球失重7秒嘅謠言呢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係假噶啦。咁但係有個細節呢，係全網人都冇提及過嘅噃。咁謠言入邊嗰一座使咗890億美金嘅地下掩體，一早就寫好咗邊個能夠活落嚟。咁裏面有總統、顧問，有諾貝爾獎嘅得主，咁仲有一批被選入人類種子庫嘅普通人，冇你亦都冇我。而最詭異嘅係，NASA 辟謠員呢偷偷加咗一句：嗰一日確實係會有事件發生嘅。嗱，注意啦，係確實兩個字。嗱，連 NASA 都咁講，咁8月12日嗰日到底會發生咩事呢？你可能睇到最後呢，就會知道呢個真相可能比謠言震撼1萬倍啊！歡迎嚟到越講越迷，製作唔容易，請你為我點翻個 like 啊！嗱，先唔好急住笑呢個謠言戇居啊！我哋先嚟諗一個問題：嗰一份人類種子庫嘅名單究竟係邊個嚟定嘅呢？咁謠言入邊講能夠入選嘅普通人，靠嘅就係基因篩選。咩叫基因優秀啊？你身上嘅某一段自己都唔知道嘅 DNA 就決定咗你配唔配繼續生存落去咧。呢一筆真係令到好多人都起晒雞皮啊！唔係因為佢哋真係信咗失重，係因為嗰個隱藏嘅邏輯太過殘酷啦。咁災難來臨，有人啊注定被留低，咁有人亦都注定被捨棄。而嗰份名單就算真係存在，入去嘅都唔會係你同我。謠言啊，唔單止要你驚，佢係要令你覺得自己唔重要。咁但係先就將呢個恐懼我哋放一放先。物理為我哋計嘅呢條數呢，其實比謠言嘅劇本仲要殘酷好多啊！謠言係講失重7秒，人會慢慢咁飄起嚟，再從20米嘅高空跌翻落嚟。咁其實呢個畫面呢，錯得係好離譜嘅。你而家坐住唔喐，其實就正以每小時1600公里嘅速度喺度運動緊。咁地球嘅自轉其實係將你帶住嚟轉嘅，引力就係嗰一條死死咁扣住你嘅鎖鏈。而條鎖鏈一斷，你係唔會往上飄嘅，你係會沿住切線嘅方向被揈咗出去。咁速度比子彈可能都仲要快3倍啊！咁第一秒呢，你就已經唔喺大氣層啦，而第2秒大氣就開始逃入太空。咁第3秒海洋會因為施壓開始沸騰同蒸發。咁去到第5秒，地球嘅本身已經係開始解體啦，大氣就會徹底咁消散。而之後宇宙輻射就會直接咁照喺地面，地表嘅溫度就會喺數秒之內驟降到零下嘅200度。咁所以話謠言嗰一場高空墜落係根本唔會發生嘅。嗱，咁呢個謠言又點解能夠傳遍全球呢？因為佢係踩準咗一個心理嘅盲區，細節越精準越似係真嘅。佢就連時間都鎖定喺14點33分。概率係正確到94.7%，仲要配埋機密嘅文件代號錨定計劃，預算890億美金。咁可能你唔會信嘅，但係聽起身就真係有啲驚咯。呢個先至係謠言嘅核心。而另外，謠言仲盜用咗一個真實嘅科學事件——引力波。喺2015年，人類係第一次探索到引力波，兩個黑洞嘅合併。咁質量係相當於65個太陽，而嗰一刻嘅能量呢係難以想象嘅。但係其實傳到嚟地球就唔知有幾咁微弱咧。科學家係用咗一條4公里長嘅激光儀，咁先至測出一個信號，儀位係質子直徑嘅1/1000。咁而且引力波呢係唔會疊加放大嘅，佢就好似一陣極為之微弱嘅海浪，咁穿過一切之後係乜嘢都唔會留低嘅咧。咁從2015年到而家，人類其實係探測到超過300次嘅黑洞合併嘅，但係我哋嘅地球呢係一次都冇震過。嗱，謠言入邊係講引力波能夠令到地球失重7秒，咁就相當於喺度講13億光年之外有人輕輕咁跳咗下彈床，而你屋企嘅梳化係飛咗起身。咁其實科學啲諗又真係幾荒謬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又講翻 NASA 講嘅嘢。咁嗰日確實係有事件發生。咁到底又係乜嘢呢？2026年嘅8月12日係會發生一次嘅日全食，
月球嘅影係將會從北極圈出發，橫掃格陵蘭冰島，一路就延伸到西班牙嘅北部。咁對於西班牙嚟講呢，呢一種完整嘅日全食觀測機會，咁上一次仲喺上一個世紀，咁但係實際其實係得幾分鐘嘅啫。白天會變成黑夜，正午入邊亦都會有星星出現，氣溫亦都會驟降落嚟啊，甚至連雀亦都會突然咁安靜落嚟。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最震撼嘅部分咯。喺西班牙觀測帶嘅邊緣地帶，咁有可能呢會出現一種極為之罕見嘅現象，叫天在旦。咁竹書紀年入邊係記載，公元前899年嘅西周就有人睇到天光嘅時候呢，突然就天黑咗咧，然後又光昏。咁當時嘅人就以為係大空之兆，而現代嘅天文學家後嚟又反推，咁先確認嗰個係日全食本影帶邊緣獨有嘅奇觀。而上一個親眼見過天在旦嘅中國人呢，生活喺將近3000年前。而喺2026年8月12日嗰個景象就有可能重現啦。嗱，然後呢，我哋又講翻謠言嗰份名單。如果嗰日就只係日全食，咩掩體係唔存在嘅，名單亦都唔存在嘅，咁呢個謠言最歹毒嘅地方呢，就係將一場宇宙嘅奇觀包裝成一場資格嘅審判啦。似乎就喺度問所有人，你配唔配活落嚟？咁然後就等你恐慌，等你去質疑。而造謠嘅人呢，代價係零噶噃，但係你消耗嘅就係真真實實嘅情緒啦。1999年，約查丹馬斯嘅大預言；2012年，瑪雅曆法終結；2006年，失重7秒。而下一場嘅末日，可能已經喺某個賬號嘅草稿箱入邊等住啦。末日嘅謠言能夠一次又一次咁奏效，唔係人傻，而係人類對未知嘅恐懼，天生呢就比理性嚟得更快。比起承認我哋對宇宙一無所知，咁好多人呢寧願相信一個可以解釋嘅故事，哪怕嗰個故事係一場災難。謠言嘅本質就係咁嘅咧，用恐懼去填補咗你呢個空洞，令一啲唔確定嘅未來變得有跡可尋。而真實嘅宇宙係從嚟都唔需要用謠言嚟襯托嘅。8月12號嗰日喺日全食嘅核心區域，日面就好似黃金火焰從月球嘅邊緣噴湧而出。咁實際嗰一瞬間呢，會有一圈嘅光將月球變成一枚鑽石嘅戒指。咁啲天文學家就叫佢做鑽石環。嗱，如果你身邊真係有人為咗呢個謠言嚟寫咗遺書，咁請你話俾佢知，真正值得在意嘅宇宙事件係唔會令你恐懼嘅，佢係會令你想抬頭去睇佢一眼。而8月12日就係咁樣嘅一日啦。咁好啦，呢期嘅節目呢，我就講到呢度，記得點讚加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